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話：傷殘津貼無需入息或者資產審查，為咗合理分配公共資源，暫時冇計劃豁免領取傷殘津貼嘅長者每年居港不少於60日嘅規定。係咪都可以容許領取緊傷殘津貼嘅長者啊？我講長者可以喺內地嘅醫院去揾醫生去做一個嘅評估，係咪可以符合領取翻香港嘅傷殘津貼？當然啦，評估嗰個嘅機制咧，其實可以由港府特區政府咧係俾到內地相關嘅醫院。咁安排咧，一就確保咗個質素啦，第二咧亦都牽涉嘅一致性嘅。況且如果有任何問題出現嘅話咧，由香港衛生署或者醫管局嘅醫生去做評估咧，我哋係有辦法係作出一啲跟進啦，同埋同佢聯絡嘅。但係如果個醫生亦都唔喺香港，亦都唔喺香港受管制嘅話咧，我哋覺得就唔係太適合。